怎么样去交朋友，或者是怎么跟朋友相处。那这一段呢，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话，就是说君子呢，他就是用古圣先贤的文章典籍呢，来作为跟朋友会面时讨论的话题。那借着呢跟朋友的相处呢，来增进仁德。什么叫辅仁呢？辅仁的意思就是辅助呢增进仁德的修养，意思是说我们跟朋友的切磋琢磨啊。当然，它是要借由前面我们去讨论这些古圣先贤的典籍。那后学就反省自己哦，因为呢，后学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很常呢就是讲别人的是非。可是呢，就是包括就是有时候在道场的时候，也会跟道场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但其实孔子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如果跟朋友在一起的话，应该是要来论道，而不是论人的是非。因为其实如果讲别人的是非呢，有时候就算我们不讨厌，这么说，就如果今天后学在跟别人讨论崇辉的坏话，那也许连坦本来不讨厌崇辉，可是呢被后学一直这样讲到最后，他想要不讨厌崇辉，可能都很困难。所以后学认为说，这句话其实就在提醒，如果要跟别人聊天，就要聊一些有营养的东西，而不是去讲别人的是是非非。其实那些东西认真来说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我们去讨论了，那就会变成跟我们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也要善用周边的资源，好比就是朋友。如果我们想要去成全朋友，或者是去约朋友进来到场的话，一定就是要先改变自己，让朋友感受到这个道呢，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有造成什么样正面的影响，让他呢也会想要来到场学习。同学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的话是为政第二，子曰：君子不器。孔子有说，君子呢是才德兼具的人，他的才能造诣呢则是多方面的，不会像就是器具一样只限于一种用途，或者是只用于一件事情或就像我们的锅子一样，如果我被塑造成锅子的形状，那我可能就只能被拿来煮汤或者是装东西。那后学认为我们在道场非常的幸福，在道场或者是伙食团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具备了很多的技能，上得了讲堂，然后下得了厨房。几乎呢，我们身边很多的前贤呢，都是可以在厨房呢煮一大桌好料理，然后呢，可能和擦一擦呢，然后就上台去讲三宝了。后学非常的佩服这些前贤。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呢具备越多的能力呢，就能够做越多的事情，无论在哪里呢，都可以把自己发挥到极致。不过后学认为，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就必须要就是能够承担责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承担责任呢，才会让自己成长。其实后学以前呢也很会推事情，因为呢就是周边呢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呢，如果有前贤呢，可能要请后学可能讲课或者是什么，后学就会很紧张，后学也会很害怕。那这个时候呢，后学就会说，今天慈悲，后学可以推荐另外一个更好的人，那可能就是崇辉领任啊。他讲这个呢真的很厉害，所以呢可以去找崇辉领任就好了。那如此一来呢，就是后学呢，就是其实就没什么成长的机会，因为呢，我们都把最好的机会呢留给别人了。所以呢，后学现在呢，如果跟伙食团的学弟妹分享的时候，后学都会鼓励他们呢，你如果能够承担的，那我们就把它接起来做。也许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说了嘛，就是事不关己的话，自己就有感觉两袖清风。好比说，今天像后学煮饭呢，伙食团后学就排到礼拜二，那我这时候呢就会觉得礼拜二特别的烦躁，因为我就会去说，后学就会说，我今天要煮饭，我下班的时候几点会不会来得及煮饭？然后呢，如果我换到礼拜一的时候，或者是礼拜四自己礼拜二的饭煮完，礼拜四是换后学，这一天呢后学就会非常轻松，因为呢煮饭呢就可能就变成玉慧学姐要煮了。那这时候后学就会觉得有玉慧真好，就让他煮饭就好了。所以呢，后学会鼓励自己伙
虽然学弟妹说，承担责任固然有压力，可是呢，当我们走过这一段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成长很多。但如果我今天不想要承担责任，也没有人说不行，因为道场就是这样嘛，大家没有领薪水，所以呢，你愿意呢就学习，那你不愿意也不会有人说你不对。只是其实，在道场呢，很多的无论是课程啊，或者是很多的活动，甚至是就是我们去渡人成全人这样的事情，都唯有自己真正的去做过、去学习过，我们才会有所成就。就像我们在看一个比赛嘛，比赛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如果是旁观者呢，我们就好比戴资颖嘛，他拿奖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替他拍拍手，替他开心。可是真正拿奖的人呢，就是戴资颖，因为这样子辛苦练习的过程呢，都是他自己全心全意的投入，用他的时间，用他的精神，用他的体力，然后他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奖项。而我们呢，就只是在旁边拍手而已，替他感到开心。所以呢，后学会认为，道场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并且呢，它不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金钱。有一次呢，口师涵的学弟呢就跟后学讨论说，他说学姐，后学呢，他就是已经在工作，他说后学公司的同事呢跟他分享说，他有利用假日的时候呢，报名了一系列很棒的课程，花了10几万。然后呢，他就跟后学分享说：“姐姐，你知道他的课程是什么吗？”然后后学就问他说：“后学也蛮想知道那种10几万的课程到底在上什么。”然后他说：“就是我们道场在上的东西。”他说：“那就是一些心灵的讲座，但是呢，我们在道场呢，是因为它很普通，所以呢，很多人就不会想要去争，甚至呢，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姗姗来迟，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还打瞌睡，像后学呢，就是最常打瞌睡的人。那后学听完那个学弟呢，这样跟后学说的时候，后学才会想说，对啊，自己好像太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听他讲完这样之后呢，后学也会用这样子的例子去鼓励其他学弟妹说，我们要好好把握柔堂为我们准备的每一堂课程，因为呢，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并且有价值的。好，接下来是孔子说，孔子曰：君子有3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而且《论语》呢，不仅教我们养体养生，还有甚至呢教我们养生。孔子呢帮我们就是分了这3个时期，然后呢我们应该要去谨慎，就是去小心注意的那个点。好比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因为血气未定，所以呢不应该要放纵。那到了壮年的时候呢，血气方刚的时候，就不应该去逞凶斗狠。而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血气已经衰弱了，就不要再贪得无厌。其实孔子呢是把每一个时期呢，我们应该要止于哪一个点，不要太超过了，就会让自己呢就是就会让自己遇到一些困难。那有时候呢，那个火团的学弟妹呢，他们可能会说，好像我觉得来火石团啊，有很多的拘束，感觉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不行。好比说呢，就是来佛堂呢，这里就要吃素，不能够再吃肉。那后学就会跟他们分享说，戒律呢，对于我们一个人的重要性。其实如果我们讲到戒律的话，好像就会听起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可是呢，或许以前年轻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像戒律感觉好束缚哦，我感觉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才会发现有戒律呢，才能够去约束自己，让自己呢不会容易犯错。济公老师的回天的5个条件里面就有提到德性、戒律、心念、火候跟愿性。
而戒律呢，就是师尊也有跟我们说是超生了死的根本。修行呢，其实有很多的法门，唯一呢，我们有很多，不管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派别，戒律呢，绝对就是一个共同的法门。每个人在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他要去遵守的规范，而这样的规范，也就是戒律的功能呢，它是让我们在断绝我们在生死轮回中再继续不断的去造业。因为戒律它是好比就像火车的轨道好了，如果我们火车没有照着轨道走的话，我们知道如果火车出轨就会造成很多的伤亡。而这个戒律它就是一个界限，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如果我们人生跟没有界限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会太超过。后学其实很感恩自己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呢就是有在道场学习，所以后学认为在读书求学的时间，甚至找工作的时候呢，都会因为有在道场学习，所以呢，我那个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样的成长。好比后学以前读专科的时候呢，我的好朋友他就是会抽烟，那个时候呢，他就会问后学说，龚先生要不要抽一下烟啊，很舒压哦。那后学那时候就以自己小时候呢在道场所学，告诉自己这是不行的，所以后学就婉转的拒绝他说，不好意思，我不行啊，就是我有其他可以舒压的方法，就这样跟同学跟朋友解释。不过后来就是长大之后呢，真的回头再想一想，很感恩有道场，就是这些一路来的教育，然后还有很多的体验，其实从小这样不断的听闻讲师所讲的，会让自己在人生这一条路里面呢，大概知道说我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个范围自己会约束的很好。所以呢，孩子呢，如果能够让他们在道场就是如实的去学习的话，同学认为他们人生就算在外面，他也知道什么事情是应该做，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再来是议事第16，孔子有提到，君子有3位：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言，挟大人补圣人之言。君子呢有3件事情是很敬畏的，很恭敬谨慎的，因为敬畏就会非常的小心恭敬，不敢掉以轻心。第一呢就是为天命，我们呢传道凭借的就是天命的正传，所以这个天命呢是非常的不简单的。它呢会传付给特定的修行人，还有呢传付给特定的组织去传承。这个我们要非常的敬畏，还有敬畏当世的道德崇高的贤人，好比就是我们道场的前贤人，我们的和老前人，甚至于自己的父母，我们都必须要去尊敬、恭敬、谨慎。再来的话是圣人留下来的言论教化。然而就是小人呢，他因为不懂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所以他就会轻视它。其实对于后学而言，我觉得后学认为这一段话就像我们口味15条里面跟我们讲的，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都要能够谨言慎行。因为呢，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了解的，可是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就给予评论的话，有时候会显得自己就这么说好了，后学以前有去想到自己小时候呢，因为就是背很烦，所以呢就会讲一些很无厘头的话，然后想一想也是一些非常没有礼貌的话。那也是因为小时候不懂，所以你觉得讲这些话好像无伤大雅。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如果我们真的懂这些话讲出来是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会选择去说它。然而就是现在呢社会上呢有一个族群非常，我认为他们非常特别，那就是酸民。
网络的算命。如果我们有，当然如果就是尽量就我们常常看一些新闻，然后呢新闻有一些是比较正面的新闻，然后有一些当然是一些比较社会负面的新闻。可是有一些人不管怎么样，他都一定会在下面留负面的言论。即便今天呢，可能这一篇新闻是在说，谁做了什么样的好事，然后什么就是有一点像好人好事的一些新闻，那偏偏就会有人在下面留言，就是讲一些很负面的话，什么哎呀很虚伪啊，很假啊什么之类的。那后学呢，觉得自己呢一开始呢看到这些人的留言的时候呢，就一刚开始会觉得很火大，就会觉得说你干嘛就是别人做好事，然后你都讲不出好话。结果后来呢，现在呢，后学觉得就是这样子生气，就是看这些酸民讲的话呢，会影响自己的心情。那后学有一阵子呢就选择不要去看这些人的留言。那最近呢，后学就想听了那个八一同的讲课，后学才去想到说，其实他们有的人讲话讲不出好听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替他感到觉得他怎么说很可怜嘛，因为他的脑袋里面呢讲不出一些好话，他就只能讲攻击别人的话，然后伤害别人的话。在黄母郡子十诫里面呢，也有讲到为三位有之，言行相符，尊三省，守四务，方是贤真，遵训行，登圣域，极乐常享，不遵守，任己意，地狱安身。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后学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真的是自己没有想到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呢，我们都不要任由自己的一句就是随口呢就讲出不负责任的话。其实我们真的要记得，今天我们在修行这个时候呢，说出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是要负责任的。今天我们如果说了一句好话，是鼓励到别人，给人温暖，给人力量。当然，如果我们轻易的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伤人心，然后结下恶缘，就比较可惜。所以呢，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就是用心去尊重每一件事，甚至是每一个人。特别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更要小心谨慎的去应对这样的事情。然后后学这边要分享，就是以前呢，后学就是最近后学的朋友跟后学分享，她说她老公就是有一些就是反正她老公做事情很不顺利，所以呢她就去问了什么神明，然后她就有一天就打电话跟我分享，她就跟我分享说，冯第三，我老公呢就是因为最近很不顺，所以他有去就是问神明，然后呢他就说是他的什么冤亲债主呢在干扰他。那后学就很好奇问说，然后呢就问他事情的那个缘由，然后他就跟后学分享说，因为以后学的认知，以前的认知，后学会觉得冤亲债主想必就是我们去伤害别人的生命，然后呢别人不甘心，所以才会来跟我们讨报。结果她跟后学分享的是说，她老公的上一辈子的姻缘，其实她老公就是她说她老公上一辈子是一个医生，然后呢因为当时候的条件呢，所以她老公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救治那一个人，可是那一个人并没有因为这样死掉，只是可能就是身体不舒服而已，然后产生怨恨。然后后学的朋友就跟我说，其实冤亲债主他不一定是我们要去伤害他的生命，而是当我们让别人起了怨恨的心的时候，不甘愿的心的时候，都很有可能结下那个因缘，就是以至于影响到下一辈子。其实这个观念呢，有一点颠覆后学的想法。后学才想说，以前是自己见识太少，所以其实所谓的冤亲债主，不一定是说我们伤害别人生命，而是当我们让别人起了怨恨的心的时候，这个梁，我们都说了结下这个梁子，那就会生生世世的跟着我们不断的去轮回，直到我们
能够去面对它，并且解决它，然后化解它的时候，这一段因缘呢才会算了结。好，那接下来的话是记事第16。孔子曰：君子有九思，事之明，听之聪，色之温，貌之恭，言之忠，事之敬，疑之问，愤之难，见得之矣。孔子跟我们说，君子有9件事情要留心思考，观察事物的时候要想想自己是不是看得明白，听取言论的时候要想想是否听得清楚明白。那在这2件呢，同学读到这2句的时候呢，就去想到自己之前看过一个有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呢是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嘛。那他呢有一次呢，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呢，匆匆忙忙的跑进来呢找苏格拉底，然后他呢就很兴奋的跟苏格拉底说：“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绝对想象不到的事。”那在这时候呢，苏格拉底呢就毫不留情的去制止他的学生说：“丹姐，你要告诉我的话，有用3个筛子过滤的吗？”那他的学生呢就愣住了，觉得情况不妙，他就摇了摇头说：“老师，是什么筛子？”苏格拉底就跟他说：“当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的时候，至少应该用3个筛子过滤一遍。第一个筛子呢叫做真实，你要告诉我的事是真实的吗？”那这个学生就跟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从街上听来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时呢，苏格拉底就跟他的学生说：“好啊，那你应该要用你第2个筛子去检查，如果不是真的，那第2个筛子就是说，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那你要告诉我的事是善意的吗？”他的学生很羞愧的低下头来跟他说：“不是正好相反。”那苏格拉底就不厌其烦的跟他说：“好，那最后我们再用第3个筛子来检查看看，你这么着急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吗？”然后他的学生就跟他说：“并不是很重要。”这时苏格拉底就跟他说：“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又不是出自善意，更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假的，你又何必说呢？说了也只会造成我们的困扰。”那后学呢，听完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也有反思自己平常是不是也很常这样，就是捕风捉影。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以前后学都会讲一句话说啊，眼见为凭啊，眼见为凭。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才发现有时候甚至呢，连你眼睛看到的，它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又或者是我们听到亲耳，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哪有，那就是我亲耳听到的，它就是怎样怎样。亲眼看到跟亲耳听到，有时候其实都不一定是真正的。那最近后学在看一本叫《梅冈城日记》这一本书，它里面就有讲到，就是主角的爸爸呢，就是有一天这个主角呢，他就是跟他哥哥呢在评论他们认识的某一个人，然后他爸爸呢就非常严厉的制止他说，不要再说这个人怎么样了，除非呢你能够披着他的皮，然后用他的身体呢去生活，你才能够去断定说他是不是就是像你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同学就会觉得说，确实自己有时候很常的用自己的看到的跟听到的就去做解读跟评论，其实这时候这样的状况对任何人都是非常的不公平的，特别当这一件事情又是带有恶意的时候，会更有损自己的反正后学会觉得，当我们自己都觉得说好，我有听到，我有看到，我就急着想要下评论的时候，其实对很多事情跟很多人都是不公平的。所以当自己要下定论的时候呢，真的要先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说？特别如果是批评的话的时候，更应该要小心谨慎的去想过再讲出来。那再来的话是色之温，貌之恭。
他又说我们自己的脸色平常是不是有表现温和柔顺，或者是在待人接物的时候有没有谦恭有礼。这个呢，后学也是看完之后呢，深深的反省自己，因为后学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很喜欢笑，然后常常就是摆着一张脸，当然后学说后学没有不开心，只是说就是可能没有习惯，就是看到人就笑口常开。那这一点呢，就是后学觉得自己的姐姐呢就做得很好，因为呢后学感觉自己的姐姐就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她看到谁呢都非常的有礼貌。然后后学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不常笑，所以脸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容易让人家想要亲近。那这一点呢，或许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很常说一句说，我就是这样啊，不然你要怎样？可是后来渐渐长大的时候，才会发现，你今天要别人怎么对你呢？其实来自于你自己怎么去对别人。那如果我总是摆着那一副臭脸，又有谁会想要跟自己就是聊天呢？那再来的话是那个言之中事之静，其实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或者是言谈之间，是不是有尽到就是忠诚，或者是诚心，有没有真心诚意？那在处理事务的时候，有没有想想自己做的是不是很认真？那后学现在呢，有时候都会去想到自己以前在职场上呢，就是之前有在远东工作过。后来想一想呢，自己那时候工作真的很不认真，然后有时候呢，老板交代给我的事情又很长，就是挑三拣四，所以以至于现在有时候工厂呢，有时候请到员工就是也会有这样状态的时候呢，后学就会去反思说，那一定就是我自己没有做好，所以呢，我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再来的话是疑之问，愤之难，见得失义。他是告诉我们说，当我心里有疑惑的时候，要真的去想想说，我是不是真的明白了。然后心里生气的时候，要想想我在生气的当下做出的行为跟说出的话，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件事情呢，后学最近特别有感，因为呢，后学很常呢，就是跟自己的室友呢，就是发生冲突，然后呢，以至于讲出一些很生气的话。那一天呢，后学才跟自己的弟弟讨论说，我发现呢，我很常因为讲出生气的话呢，然后好运呢都变坏运了。然后后学的弟弟也跟后学说，对啊，我觉得你有时候跟你的室友讲话太冲了。那如果你好好讲话的话呢，说不一定姐夫会给你很多钱。那这时候后学就想说，对，所以呢，当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要去想想我讲出来的话呢，会不会为自己招来一些不幸的后果。然后后学最近就有在调整自己说，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应该呢要表现得温和一点的。所以这样子呢，老公给我钱会比较心甘情愿。好，那最后呢，见得失义说，见可得到的钱财的时候，要想想是不是合义理，该不该取得。那这一点呢，后学就会特别提醒自己哦，当就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呢，它究竟是不是真的合理？其实这个有时候呢，在励志前面呢，常常有时候都会合理化，就会觉得说黑把劲啦，我那个又不是。以前后学都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是后学以前就是都会去买乐透，然后就会想说，没有关系啊，如果我买乐透中的钱我再把它捐出去就好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听课的时候，就有听到讲师说了，其实呢，我们去买乐透这样的行为呢，是不能够用合理化说，我买到之后要把它捐出去啦，所以我可以去买。所以呢，后学会就这一件事情之后呢，后学就几乎就没有再买乐透了，因为就会想说，对啊，我不应该把我这样就是参与赌博的行为合理化，然后就觉得说，如果我有中的话，再把它捐出去。就觉得说我这样做好像就比较可以，因此呢，后学认为，我们研读经典呢，其实就是特别是《论语》，后学觉得对自己刚才一开始的时候，领任也有说嘛，半部《论语》至江山。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江山
对于我自己一个人而言的话，就是我们周遭的生活，我们周遭的生活，我们跟别人怎么相处。其实透过《论语》，它真的是一本跟我们生活很贴近的经典。如果呢，为什么我们要常常